詩篇記18第6節咁樣講出家啲，當我有不實之時，我謝上帝；當我有痛苦之時，有煩惱之時，我謝上帝，我求上帝，佢幫持我，佢要聽我嘅苦衷，佢要聽我嘅傷勢佢，佢要聽我禱告，我求佢嘅，所以嘅兒童要聽。嗱，詩篇記16第8節咁樣講到。我時常看在上帝嘅面前嘅戲，我嘅目睭時常正在上帝嘅戲，因為到佢企在我嘅前手邊，我唔會搖動。嗱，我係講兄弟姊妹啲，當時間要痛苦，當時間要煩惱，當時間冇攞出之時，你唔好看在一個問題嘅戲，一個心中一個思想，唔好將一個煩惱，唔好將一個苦衷，也唔好將一個問題嘅戲，先係一個心中一個目標，將在上帝嘅戲，你將在上帝，你得到嘅個恩典，佢本一個聰明智慧，一個新嘅力量，一個新嘅精神，對付一切一個痛苦，對付一切一個煩惱，因為佢能夠幫助大家，才有人我係講攏眾兄弟姊妹啲，因為就係講你有問題之時，有痛苦之時，你一個思想，你一個目標點點正嘅啦，你越嚟越弱，越嚟越苦衷，係講你一個心中，你一個信心，先係將在上帝嘅戲，你得到嘅個見證，你得到嘅個幫助，你得到嘅個路線和出一個問題，因為佢大家同齊，當自家寫佢之時，當自家求佢之時，佢要聽自家嘅禱告，主祝福自家，阿門。